100分想给阿信。真紧当好表现出来，一块上球冇强样。幾馬運希望，乃望。以专业的眼光来看的时间呢，它可能是一个小瑕疵。黑暗用路照成做到日头恰恰。玉面韩国的表现图很唔啦。有憾世界是中山沟。我还蛮惊讶你今天表现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强下來。哎呦，係真啊！到底啊，你一年又過嘅哈。嘿哦，按假個。今年的小年夜呢？是啊，恭喜呀！你也同大家拜個早年啊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哦。哎，嘛祝大家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。還有明年又後年哦。哦。係啊，後年大家聽話行太運，當然係啲非常歡喜嘅一年。但係過年期間啊，好係啊，小年夜一定要送出大禮物大家。你又要大放送了？當然咯，哎呦，你牛個過東台風哦。係咩？啊，客家人得個本人講人當壓酒啊，哦，但是沒有啊，客家人對人切緊壓酒，但是對人所有嘅親戚朋友，大家非常嘅大方啊。係，一定愛嘅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嘛唔數嘛個你啊，哎，有你睇啦。沒有搞太半呢，個大方下得的。懂翻誒，你講個台風放大放送，結果是推給我這樣。今年係送本大家禮物係魔王踢館。哎呦！參賽者2殺1組，出槍獻出1殺魔王的 PK， 3殺中分數清大，也係莫他到38分嘅人搶時淘汰，係講強分就由評審先生投決定買人入。比賽之前一定要介紹完呢評審先生，來，係，接下來介紹今年金牌評審團，齊志偉先生、齊思飛先生、羅格利先生、東東老師、洪義熙先生。係啊，今日呢魔王真係當強。哦，但是我談魔王之前，係啊，我今日講小年夜大放送。安尼也都欣賞哦，平常時咩錯到幾大？當然的堂姐都唱過啊，今天有宋美有唱過啊，那哲偉有唱過了嘛哈？哲偉有表演過。有，我真見迄評審時嘅示範者哈，現場，你還會不會特啥都會唱誒？哎呦，其他欣賞點兵點將好了。點兵點將，點到他嘞。哦，我點到你了。哎，徐世慧老師啊，來，有唱到世輝老師。世輝老師來帶一首好聽的歌曲，不大家來唱來。수많은 적구이길의 고상할 제가 하랭이 렁이 몸에게 우원 갈고랭 가비렴을 못해 그댄 천천바형 영쇼란 하주의 유환시공 이기다 심두에게려 모난 이셔 행복을 살본 달걀 기도몽이네 티봉
讲的3言点点5，卖好。爱用你的提前老春的 say hello。啊，快讲我快乐就要冲动。哎呀，天上给云彩让爱动一天。哎呀，要为我幸福就能爱着。爱用你的提前老春的 say hello。啊，快讲我快乐就要冲动。哎呀，天上给云彩让爱动一天。哎呀，要为我幸福就能爱着。说的还是会有还是讲，你的心就会给了无奈悲伤。一3言点点5，嘛做得那样快乐。因为我的心跳慢着就好。谢谢。谢谢徐诗慧老师。这个老师一出手啊，便知有没有，对不对？他把我们的小年夜气氛炒得非常炒火。热，也希望那参赛者团那徐老师空用，哎呀，对这个歌唱这一条路，这个梦想，对都没有放弃过。哎安志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啊，好，安尼啊，恐怖的来。哎呀，显示的来，哎呀，好，比赛开始了哈，开始了啦。来来，马上来开始来。好了，马上来进行今天魔王 PK 赛，好，哎呀，系分享来铁主参赛者梁先生、李文兴，好来，梁先生、李文兴，欢迎，嗨，今天安排呀魔王啊，哎呀，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哈，哎呀，我不敢说空前啦，当然已经绝后了啦，哎呀。你说没有那么会唱唱歌的歌手过。也两位魔王黑暗的闹热大擂腿怀胎10月，供出了一些年，然后细心去栽培出来的歌王歌后，然后又在外面发扬光大，真的，所以没有忘本，呀，又各自有一片天，这么厉害，各自拥有非常广大的歌迷朋友。你真的是这样子，还是你是觉得他是你的敌人，所以你才这样子夸奖他？我不知道抽到谁，哎呀。如果是男生，可能就是我的敌人，因为女生是我的敌人。来，因为今天魔王 PK 赛哈，那一个魔王会对上2个人。哦，哎呀，如果参赛者莫过38分，就有可能被淘汰。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虽然是小年夜，还是有残忍的一夜哈。今天没有优惠，对不对？来，买年月初，好。你要不要换？不用了，不用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对对对，抽到一个带把的，带把的，你敌人。哎呀，金曲歌王，魔王，请出声。你的形容含血的心跳，我算起。哦，泪光闪闪哦，客家版的哦。好，欢迎魔王出场。我们来欢迎金曲歌王吴永斌。今晡日同欢喜转来到闹热大擂腿在农家的舞台，相信我在外面打拼的实力，大家对我应该都不陌生吧？可是今天我实力非常坚强，担任今天的魔王。你的思考呢？永斌真的从那节目哈，那时候那赛制蛮改变的时间是20关卫冕，好卫冕成功嘛？还记得对青少年组对不对？民国96年的时候
96年，现在是105，已经9年了吧？哈，9年呢？应该都是，跟他上15岁样啊。16岁啊，还未成年。对，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好像看到我年轻的时候。但是我觉得永斌真的是奇葩，对吗？奇葩。为什么？你听啊，那闹人家大擂腿勇闯20关关主，可是。从哈嘎狗竟然发了4张台语专辑，1张国语专辑，他根本就是要跟你挑战嘛。对呀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是有残忍的一面，好吗？哦，嘿呀，虽然已经当歌手了，对，好，来当歌手其实，我跟你讲哦，再来比赛其实压力更大，因为什么？有冲过，有唱过。唱片，发过唱片，然后又再回来比赛。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啊。对，遇强则强嘛，遇弱不要弱。对啊，那我们这2位也是我们闹热打擂台的新秀。哎呀，萱萱，你有见过他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看过本人。哦，但知道吴永斌，知道了。那你文心呢？第一次看到本人。第一次看到本人，有听过他的歌吗？听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比赛，好不好？3位报一下歌名，好吗？文心，花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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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啊你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，永斌，有你有爱。好，来，安尼唐3位带着后堂的歌曲来。还没变老，用我自己拍照，那么紧来紧到，从来不是感觉到还没变老，用我自己照本紧来紧赞，爱给阿爸在演给天堂，嘿阿妹一sang一唱起呀给家。说唱语言他妈该，他讲呀嘿呀给命呀给命，越演总有百岁，越演总有百岁，越演总有百岁，阿妹你一定爱总有百岁。痛发又快发嘞，爱上爱一款痛发，怕是少了你，少了你，并爱款痛发，对你的思念随风。总算明白叫眼已讲计法，你爱我习惯以上因款痛法，你爱我放下心中的牵挂，爱我好悲痴卡以上全无假，对你的思念哪会简单去激发，就像海底上铺满的痛法。相爱永远放不下，对你的牵挂。爱总算明白，叫眼已
掠下嘅爱，掠下嘅石头，留着白雾汹涌，爱有爱嘅想法，有爱嘅想法，你唔是谁？唔是谁？你的感动，爱全部放在心中，只恨唔知用伴老你讲。来年来月来，你嘅跳那么呀紧来紧拍，用力量自己嘅爱呀感动，紧来紧找。心带坦白不讲，哪该台风台雨，有你有爱，有你有爱。街头那么呀紧来紧拍，用力量自己的爱呀感动，紧来紧找，阳光高嘅花，阳光全部记在心带，坦白不讲，哪个台风台雨，有你有爱，有你有爱。哎呦，3B 这表演特的哇，好好听棒哦，真的。太跑。哎呀，每一个都那么会唱，魔王更厉害啊！对，我讲几嘛。会哈，难得来。我觉得平常心，而且他台风好稳哦，真的哈，而且又有跳舞，对呀，那个节奏感。对。不是的，他是酸痛。对啊，他是钢筋痛。对啊。觉得是不是可敬的对手？就很享受，他非常有感情，就他非常有感情，每个音都处理得很细腻，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难怪人家现在成就这么好。对，人家那个金曲歌王。是，哎呀，3B 唱的，江夏琴，徐老师，徐这位老师，这两个参赛者哈，龙轩轩跟文婷哈，亮啥托喺嗰度当好。虽然讲龙轩轩哈一开始。泡的冇麻稳，不过佢后边越来越进入状况，包括他的肢体。那文馨就唔是讲文馨，因为佢唔可以讲客家话，佢做的龙罗国立老师、廖书狗曲的层次做得很好，好亮洒势均力敌，很好看。回来就要讲魔王了，永斌，从他比赛开始到现在，果真。经过这么多的试炼之后，给唱过100比100很厉害。出腔跟文馨讲哎，他连小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。譬如讲，给他唱到那边哎，给马皮多利亚还蛮深的。哎，越来越胎嘅胎哈，给唱了当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看一下那个越来越胎那个大，他处理得太好了。他的收音呢，收到会让你觉得。我还想要再听他唱歌。真的。我知道这个魔王哦来的目的，除希望所有的参赛者哈都做得學到唱歌的精神以外，只有技巧，还有那个感情表咯。我觉得那个感情是，那个是别人学不来的。我觉得是完全这个生活历练哈。我觉得两位美女要谢谢永斌，今天把你们带到不同的境界，表现得很好，谢谢。是谁？就像我们经纪人哈，经纪人之前帮我在我的唱片上面一个 slogan， 是吧？他说。有
点雷同呢。请帮我叫计程车。整首歌呢有那个钱的味道，很爱钱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重点，懂爱钱的感觉哈。千酒滚滚哦。我的唱片上面有一个 slogan， 是吧？他说唱歌的人感情到哪里，听歌人感动就到哪里，就像他今天的感觉。对，我们来听一下徐世慧老师。我先讲轩轩哈，其实轩轩，我还蛮惊讶你今天表现，在还没有唱，那你在对 key 的时间，就刚刚抽单，就老国立老师讲，亚叔国会唱得不错，唱得以后好，然后。其实你在掌握，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节奏，所以你金币掌握的非常的好。好，我去给他干不干？我觉得你掌握非常的好。好，所以说在这上面我给你还蛮不错的分数。至于文心，好，其实今天你这个表现的方式，其实你一直都是用你自己的 style 在唱，可是就是说比较可惜的是说在情感的部分的发挥上，我觉得你还是仅止在唱歌。那永斌当然就我刚刚讲，其实你今天这个表现，这位老师讲好，刚才真给我们听了，真的，我刚刚他要讲那一句，我刚好也是点那一句，就会讲给佢哈，一来一抬那一句。给马比有气啦。有啊，就会气气了，说老师这位讲说，唱的还没强样啊，就老是强他讲呀机哈，真的唱得太好了，真的真的好，果然真的名不虚传，再加油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兽医呢，先来看一下分数，好吧？刘贤贤的分数。贤贤72分，算1分，对啊，真的很棒。你来看一下，呢，李文贤的分数。39分，有一点落差。嘿，差3分点点啦，系啊。但是没有可能，安尼魔王分数会比安尼文贤较大啊。咁有嘅可能。所以到底魔王加还有感动到心上，加个分数会1多分，来看一下。来看吴永斌的分数。哇！4分呢？哇，你看，差很多呢。魔王就是魔王，真的。你一直在那边差很多，你又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啊？不是因为那个分数嘛，数字真的跳很快了。对，而且有一个很过分的事情，我的偶像竟然给到10分。哦，给吴永斌魔王10分啊？是他差很多，不是我差很多。是哦，罗老师。对，老师。刚刚文心有唱你的歌。我点多过来哈，我先讲永斌哈，我听唐永斌唱过，他把每一个字一扎丝，我按你形容好，给个拽哈，唱一个美声处理器，米扎斯都是这么样的精雕细琢再出来，所以这个专业歌手呢，真的很值得我们参赛者好好的学习哈，很棒。我给10分，就是我觉得我给的很刚好。如果有100分，我100分很想给下去，这没有100分给不下去。10分跟100分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满分的意思啦哈。OK， 永斌很高兴看到你个成长哈。谢谢啊，那永斌啊，很棒，欢迎你来。给他这个唱歌的这个歌唱音色技巧来讲，是集结所有这个歌王的这个精髓都集聚于他一身啊。所以他是最有希望的。谢谢永斌啊，谢谢，希望你这个。有越好越棒的这个成就，好不好？越高的成就，好不好？祝福你。恭喜龙仙仙啦哈！恭喜啦！暂时领先。对。你暂时输一点点。对。没关系，暂时输嘛，暂时不代表永远。等一下后面还搞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，好不好？亚团比赛的哈，按照看一下下一组黑曼影，好不好？好。来看一下。我可能今天就是有唱不好的地方啊，对啊，就是也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对，我希望就是
可以被救回来。我知道几率不大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被救回来，因为我舍不得大家。天衣组的长水仔，好，来欢迎。欢迎陈建基、林冠權。大家好，海健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那么好，后面还有好几位魔王哈，在 stand by 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看那出动嘛来。哦，抽到的是销魂美声。销魂美声。销魂美声。不然先来一鸣惊人听看看好不好？我们请魔王出声好不好？爱电脑内的张威廉声音。哎，声音好像你呢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跟你有点雷同呢。先把我叫去神车。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大。嗯哼。对，那个销魂的声音比较柔和一点。但至少也都是歌后级人物。哇，那我们就赶紧把他邀请出来啦！欢迎俺的魔王来。欢迎销魂美声徐子淇。我去到了比赛的舞台，过一摆去到了舞台是不是？感觉全身的战火都点燃了。虽然也都会爱个学弟学妹，不过要拿出你的真实力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哦。你唱歌呀？吃加糖，是前面带了马哥哥。季中花。好，季中花。哦，要条咩魔？建军大哥。门一開，前招滚滚來。唱歌也是个唱歌真。等着呢。子琪嘞。Tell you， 啊 ？Tell you，Tell you， 哎呀，安尼个电视主题曲。嘿，帮我们唱啊 ，Tell you， 来，弹过来。人生的坎坷路途，万年无数过来，成功是爱下菜，失败梦想不开，心跳。存钱思起来，门一开，千酒滚滚来。人生的坎坷路途，万年无数过来，成功是爱下菜，失败梦想不开。心跳冰天送慢慢来，海角拄迄人才，春天四季来，春天四季来，门一开。千酒滚滚来。
在家乡，看到一蕊拍拍将将的花，一蕊花，空起来就像人徛定一支扎，打坐在田野山顶，按步跳摇转到爱的木卡，几蕊花。 下坡跳那当家己种花，己种花，唔惊日头辣辣，天公转风茶。哈，唔管到哪位，心肝青菜，心头暖意记扎。己种花，你空嘅名花香唔爱插，几蕊花。 含水向空的亲情本马沙，一种花，黑暗用落落落落照线走到日头恰恰，一种花，你空嘅阿婆也落也开花，给蕊花，旁谢谢相思鞭炮，把味了嘎了蕊花。 黑暗用听嘅用用夜夜，隐隐约约可以的那一种花，你空嘅名花香唔爱插，嘅蕊花含水向空的亲情本马沙，一种花，黑暗用落落落落照线走到日头。 一种花，你看嘅阿婆也落也开花，嘅蕊花，好谢谢相思鞭炮，把味了嘎了蕊花，黑暗用听嘅用用夜夜，隐隐约约可以的那。 什么泰哥？一聊天，放了一生给梦想，一秒暗光，开始等你。 到天光，将眼神望着航行，眼泪之中甜痛，牢牢交交归同行，天开啊，你在哪地面向？一聊天，发高一片至天空，一秒暗光。 金莲似金葱，将眼神汗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。爱牢牢交交归同行，连开啊天有也的面向。天爱有重重的心事，强强讲定讲讲度，相爱。 心思，总得慢眼慢眼演出一落。一早早的阳光，不是咱心酸。天开红是你在哪里？每
这个，因为给妈妈个都市，用暗号的都市哈。暗号的默认成文的没？没暗号讲啊，讲出来摸的什么暗号唱歌。谢谢，让人家很羡慕。哎呀，毛毛其实就是好唱歌的啦，神奇。哎呦，等于没懂好唱啊，但是唱到后面冇人改对嘛哈。真的啊，安尼来谈一下欣赏的贡品啊嘞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请到东东老师。当好，3位哈，3位全部唱到一伙哈。素贤讲，陈建居，听一个地方慢年某输过来，给就是那个转音哈，两边都是一样，没有转得太好。好，不过呢，整首歌呢有那个钱的味道，很爱钱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重点哈，爱钱的感觉哈，都要非常一个热闹的日子，过年哦，蛮贴切的，所以我给你分数也蛮高的。不过注意给转音。耶稣国本来就磨唱，给当到转音，要演卡给转歌个转音的方式，你要转得更到位一点哈。一歌一直行家好，还有分数行家高。好，沙哈雷珠 Andy 给林冠群这首歌呢，那吃了给音哦，可以再高一点，我不知道可以往上再半个 key 的话，这个会到副歌会亮点会更够了，好不行家抖一大首。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青春优，那吃到同高的地方，这种副歌跟时间哈。唱的比较快的部分，有些有8音符的地方，你还习惯为自己专业的眼光来看的时间呢，它可能是一个小瑕疵。可以啊。我们看一下吴永斌的敌人徐子淇可以拿到1斗分。哇！不敢做梦感。你可以回家了。冠军开膛手要把个东西啊！以黑矮的呢，闹人家大擂腿社青组的首位过关的。副歌跟时间哈，唱的比较快的部分，有些有8音符的地方，你还习惯会强一点点拍，我宁愿 lay back 一点，往后一点点，再移一点，不要太赶。你听歌那时间就一直在拍子前面哈，点头看摸弹会有点急躁，毕竟是一个抒情歌，好，给副歌地方不是很多，但是以专业的眼光来看那时间呢，它可能是一个小瑕疵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过沙雷那个子琪，还真的没话讲，好听呢。今天传我懂后，各位你的中气更足了哈。不过第2句还是有点那个开始那个开那个字有点稍微偏了一点点，注意一下哦。快是店都填高，会快踢着丝。不过我很喜欢你唱滋味香那3个字，让我闻到香味哈，特别有小咪。那你假音一下也唱得非常棒，还可以拉得很长，可以转余韵绕梁，非常棒，我给你很高的分数，加油！好，谢谢啊。东老师的见解之后，看一下王以欣老师哈，好了，王老师。建居，亚苏国叫每一块千手滚滚来，就用台湾东老师讲的，以前都有青岛喺转音的地方，哒哒哒哒一块，假使讲冇转的时间，感觉那个没有美感。其实你有个优点，就是你唱歌的小秘密，还蛮融入这个情境的。好，还有一些舞蹈动作，但是如果可以注意一些细节的部分，会更加嘅好哈。好，再来就是冠群来唐公义击败嘅狗冲。那今天就是前面很稳，但是 Hellboy 哦，Hellboy 嘅音符哦，哒哒哒哒哒哒滴滴。看音符有的是4度音、3度音哦，有时候你没有把它转换好。可是艺术国 Q 要唱的平稳很重要，所以刚才东老师才会说你有点赶，你不要自己先慌了，你一定要先稳住哦，所以是很重要的哦。接下来那个子琪不用讲哦，你这个经验十足的，我刚才也是很陶醉在里面，感觉不像在比赛，我觉得是大家陈导演就是交流，大家来分享，有都很有经验的在舞台上互相学习，也让2位参赛者看到他唱歌就是要这么稳。以上给你们一些意见，谢谢。好，安子 C， 好，看来有残忍的一面，还是看一下分数哦。来，先来看一下陈干基的分数。好嘞。
40分，做得嘛？可以吗？啊，看起来表情冇乜你可滿意。能講到以為48分啦。唔係，可以嚇，看幾組拿到一多分，好嘛？好，來看一下急躁歌王林冠權的分數。哎呦！哎呦，2分咧！跳到唐先生安尼講，佢人想講慘誒，快台誒，林冠權快台。快台咧？哎，平分啊！哎。但是评分等一下还有一个要请老师抉择一下。对对。先来看一下你子琪的分数，好吗？好。哎呀，看一个加吴永斌46分。46。子琪，你现在不是跟他比，你要跟吴永斌比。对，可以啊。我们看一下吴永斌的敌人徐子淇可以拿到1得分。哦。哇！不敢装，不敢。你可以回家了。老师还是爱美女的，对，还是疼惜女人心的。子琪很开心赢了吴永斌，但是这2位现在就是要老师伤脑筋了。好，残忍的抉择来了。一位一位这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请老师投票，好不好？先从这位老师，2位，我这一票给文曼言。这一票本冠权，谢谢冠群1票。徐世辉老师，我给建居，建居给1票，1比1咯。偶像听众国立老师，冠群2票。东东老师，我给建居啊。东东老师2比2，哇，这样子很他把问题丢给王老师。你们都是这样害他的。你要帅哥。还是老帅哥啊！我选冠群。恭喜冠群暂时领先啊！你跟建居哥哈，哎呀，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，没关系，好，下个礼拜才会见真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暂时输一点点啦。魔王非常强哈，也是我的偶像，那他真是50分实至名归。然后，我希望我能向他看齐，然后好好的练歌，然后再有更好的成绩，这样子。还有啊，看完精彩啊，那流行歌曲组的魔王 PK 以后，阮传统组诶。哦，传统组咩懂电影奖呢？厮杀猛药下很大。哎呦！大家比赛之前的介绍的评审先生，好不好？嗨，罗一鸣先生、李秋华先生、林正熙先生、李定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。哎呀，魔王 PK 赛哈，哎呀，顾名思义就有呛到魔王了。哎呀，对吧？礼物，那样礼物大放送，过年对糖都行啊后堂的哈，唔单止安尼参赛朋友冲点点，还有魔王来表现夹个后堂的歌曲。但是我一下先抢到比魔王行看魔王的魔王头，懂电影奖，魔王头，哎呀，大魔王。我们这边有这种人吗？有，哎呀，他应该算是我们国家界的国宝级的人物啊！国宝级啊，贺宝级嘛，哎呀，他们都杨丽花那系列，应该是那一个 level 哦。哎呦，那就厉害嘞喽！不管流行传统，他都集聚于一身啊。那我们赶紧把他邀请出来，对呀，好吧？欢迎俺的林展毅林老师来带来后堂的歌曲。有请。常言呐，地呀来呐，也有那情呐哟，盘古开天呐，多一点呐。宋朝那出来有那，把
时出游啊，到探亲啊。探亲啊，神啊有呐。 唱到林展英先生来作为咧同好的示范啊！真的啊，国宝级呀！安之生今日就作为咧同好的示范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好，现场冲的，马上回来，金钟的刺金魔王铁管法，哎，铁柱的咪，接下来分享铁柱廖琼玉团中秘珍，欢迎来，来到舞台当中。 嗨，小苹果你好，大家好，珍姐你好，两位好哈，哎呀，今天魔王 PK 赛呢，要讲魔王嘛，会哦，会啊，出一下看出到哪只魔王来，哎呦，我呀名称很恐怖哦，啊，真的，好像冠军开膛手，要那个东西。 就迄意思讲，就算夺到冠军，相同会比。哎呦，哎，魔王，请出声一下好吗？哎呀，张爷呐，你来呐，有请我的魔王出场来。我们来欢迎冠军开膛手钟凤仪。 今日非常歡迎來到年老嘅大擂台來做魔王啊！今日選手可能加油的啦哈！好，加油！紅茹姐姐是哈，你那邊有資料嗎？我是知道說以黑矮的呢老年大擂台社青組的首位過關的 TV， 誰冇會記？誰來係那個顧福講係嘛？對。好，係啊，第一位呢？可是顧老師佢係那個老人組。老人組。意思講，福儀在這意思講，以看年輕。我是社青的社會的。啊，比乜嘅？比傳統係嘛？傳統還有流行歌。流行哦，摻雜都抄嘅。好厲害！哇，今日當歡喜做有唱到。對啊，我們的榮幸。我等下來翕相。等下來翕相。好。我講句吧。美珍姐姐。啊，美珍姐姐。不會啦，我有人會唱。唔會講哦，剛才能先跪。小蘋果，我講句吧。不會有。不會有。不會啦，大家全部從動作。來，好，過年的堂後堂的歌，帶着馬歌。送散彩插。你咧？老三哥，肉散歌。你咧？肉強散歌。啊？肉強。老強散歌。來探看啊，好，來。奧運的新事情。
世界堂的安样应该曲调，好，为本人心情动欢喜，让风开。 春八方。
呀，赞！哇，很久没看唱歌的哈。红茹姐姐的声音铿锵有力对呀，耶，越来越炉火纯青的。不可能糖豆，我非常有眼福跟耳福哈，真的听到这么棒声哎，音。唱特的作为唐先生哦，错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有唱到最美丽的罗莹莹先生。你这样最美丽，那其他老师这听起来不舒服。不可以这样子，待会我想到再来。好，谢谢师母好意见吼，果然爱讲好话。好，先来讲你的小苹果哈。嘿，你根本去从你的罗腔散过，公司才过年时节谈到安样应该曲调，吼，为本人心情动欢喜。不过可能係你的你體育排場係嘛，哈，韓國呢你的歌詞啊，吼，聽一段嘅歌詞呢，可能有下冇強容嘅改變，所以從起來你的韻味還冇到暗降。好，所以呢，整體講起來，就得講你係韻味，韓國你係表現圖很唔啦。有限世界是從山高。再講來講你係秘正者吼，整體講起來冇問題。好，不過你聽耳機嘅每音，略略你係上音吼，可能緊張啦吼，所以你係上音，聽起來有點怪怪。不過咪唔係講當唔好，吼，所以你係每音要記得吼，你從特技嘅每音，你係批喊係強下輕掉，總得吼。像講當輕鬆咧，會重體咧，吼，就平鬆咧，平鬆你音就略略冇強用咧，因為你用你係耳機聽當明顯，吼，所以呢，本意安樣應該建議。再講來講你係你嘅魔王紅茹姐吼，老朋友咧，真緊當吼表現出來，一開上就冇強用。不過呢，你自家唔啲啲嘛吼，你有一段歌詞從出去咧，就係講比賽來講吼，你係參賽者唱出來，但就犯了大忌啦吼。不過魔王來唱呢，因為你表現到挺自然咧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吼係講冇困事啊吼，觀眾朋友也唔定你唱唔唱，因為看你唱歌唱表演唔係比賽。好，不過喺條講嘢下吼，就係。應該歌詞阿哥玩起菜多，你唱到阿哥玩起菜少，好，韓國每菜少嘅時節，每期呢就拉了一段冇重聽，好，不過你嘅老師經驗非常的豐富，馬上幫你把音樂弄掉，所以大家彈唔出來，好，所以咧就係魔王比較可惜嘅地方，不過呢整體講起來，你嘅台風吼，香港嘅表現圖，公司才比兩位參賽者還係好有名嘅經驗，還係多，所以希望兩位參賽者呢，在喺魔王身上學到這個台風。好，師母大家。好，阿志識，多謝哈。嚟咧，那個阿霞老師咧，強咗個上講老師話，清嘹亮，音色清好，嚇。唔過今日從呢肉色的菜茶哈，洛杉磯嚟講，你嘅轉轉方面還都是有啱，所以柔軟度會加強。來強用啊，幫助建議。未準講老實話，你舞台台風非常有經驗嘅，唱得真好。但是你今日家講英英講嘅哈，你今日唱咧，你首歌曲洛杉磯，強到硬，尤其書面是都是有氣不足。他變咗嚟將講一隻音，你將那韻味詮釋得更柔軟，讓聽起來更舒服。我來是幫助建議啊哈。啊，至於那個紅茹啊哈，我還會建議佢啦。蘇圖你冇人講，你蘇圖講，你家就唔記得歌詞。但是歌曲我非常非常嘅熟，因為我接上去表演。所以我要幫你記着建議，上山採茶了首歌曲是潤記得，還有菜呀茶，菜呀愛秋，菜呀愛秋茶了，冇茶。菜茶，盡量就詩作別章。以前嘅詩冇章，你啊盡量錯別章嚟，來本隻建議，加油！好，阿志識，安泰神，加油，很多安泰神啊，嚇到你呢，嚇到，好啦，阿你先嚟看一下分數啊嘛，係啊，你記得看小蘋果廖強玉嘅分數。70分，70分，先生，
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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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锵，咚咚咚锵，配合过年的呀。对对对，啊，那个周迷真的分数。哦，47分，事事如意。哦，按照米真记养哦，枪是养，哎呀，哦，但是每月呢可能会垫背哈，哎呀，啊，不用会歌词啊，哦，给你这个歌词做效果啊，效果，出去讲会本音，所以还能考验两个分数。看看董威做效果的魔王钟凤仪的分数。呛欣赏的投票好，哎呀。你今天已经算赢了，哎呀，对哈，好，所以没你的事，你可以开心休息。请问罗茵茵老师，嘿，2位鸿儒跟琼玉，那特别满意。廖琼玉，哇，一条。啊哈，秋霞老师，我爱奔阿琼玉。哇，来，展毅老师，哎，阿本鸿儒，耶，2比1，还有2位老师。不要0票就好了。就事论事啊哈，因为琼俩数歌曲来比，还能爱本琼玉。好，这3比1，按这么子比的哈。今天被淘汰的是我们的魔王张鸿儒。哎，狗年呢，不要说淘汰呀。谢谢你来参加，谢谢，好，恭喜恭喜哈！哎呀，阿两位先签字留下来哈。休息一下，来看一下下一组係萬年嘅。是新年呐。這也唔可以唱咧，真係咧，阿空的呢，唔出嚟唱唔得噶。對。听一组的魔王，小心一点。来分享听一组的场子朋友，来分享当中。秀纯、钟雄 Q 2位。来，慢出。出魔王呢？哎呀，爱出。唔出哈。唔出啊，好。拜託哈。那你空來了嗎？好，下邊美聲天後。哦，美聲天後啊。先唱給一鳴驚人吧。來，我們的魔王請出聲。愛唱了山那歌啊，莫講了愁難。彈唔出來呢？係啊，聲音當甜。攏彈唔出來，我哪有可能彈得出來？好了，按照看一下，要美聲天後魔王黑曼影哦，嘿，請出場。哎，美聲天後，哇，歡迎一年。大家好，我係一年嘅，今日當歡喜來到了紐約大擂台來做了魔王，唔過我嘛當緊張呢。希望你大家參賽者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今日帶咗乜歌？今日帶來洛山歌。洛山歌，哎，上個姐姐。小調，四季花開望歌來。好，好，好啦，好嚟。也沒。我啦，都抽埋個啦。我抽埋個山果子。山果子，好嚟，彈個啦。做了桑拿做。
哎呀，这也唔可以創咧，真係咧，空地你唔出嚟衝門塔架塔，我跌撲啦嗬。暗啲啊！我衝唔衝？暗啲，暗線上堂堂啲啊！係咯。嗰次要創咗啦啊！衝搖樣啊！搖樣啊！衝搖樣嚟啦嗬，要帶出嚟，要帶出嚟。都係搖樣望嘅咩唔啲？你睇下廉振伊先生。係。強勢就係強勢嚇。基本嘢咧，小順咧嚇，創嘅成個字嚇，最主要嘛係眼咬絲嚇，咬絲黑冇按錢，冇講當錢啦，黑冇穩。韓國咧，一個天上嘅嘛，炮竹上中新年嘅兩隻嚇，轉樣咧冇上順。炮竹了上那中啊，新年了來那。鄉曲哈，整體上真的是不錯哈。青春一位點起嘛嘅一個。相思的阿妹嘅夢啊，唔錯個夢啊，唔係夢嚇，佢特別有句片嘅就可以，我行下河嚇。講到美樂嚇，我看到佢嘅歌唱嘅水平在成長啊。羅山歌能夠唱得按平順按樣嘅韻腳嚇，實在挺難的。好，我本分數要請歌啊，大家加油！好，按照這啊！李建明先生有補充啊？雙手指唱了首三手調，做的表現都又加了身段了頭落去哦。畫面上看來是十分的強哈，但是呢，同意林老師因為嗰個記下嘅，你感覺有啲為數，之前講我唱很樣的很奶調嘅哈，很牛人來講，有味道，更有味道啦哈。不過還係不差哈，不差。因為那個葉少志哈，羅山歌表態啦哈，佢講我感覺哈，佢唱得真好啦哈，即講佢羅山歌啫。天意之後，比如那個作韻嘅時嘅韻，喺講漢人地位嚇，譬如講千家萬戶，好每樣數邊人的麼？千家萬戶，就硬地位。山歌上次講彈嘅韻，就講講嘅位數盡量比就漢牛地位好，就較好。可以牛道哦，牛道先生喎。安生，多謝。按你身邊咗嚟看本書了，好嘛？好，嚟看，小春嘅分數。42分同5分呢？5分咯。係啊。就不講嘛。已經要18強，18菜。佢哋真係冇往 PK 輸嘅話，都會淘汰呢。係啊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含啲，係啊。我看一下另外一邊嘛。仲向曲嘅分數。花嘞，44分。謝。哇。花。對。哇，槍死。哦，這個講槍死。槍死人嘛？啊，你還要看一下那個魔王哦。哎，看一下那個魔王，明日的分數。哇，46分。魔王就係魔王，嗰次要帶電就唔會再見。哦，恭喜呢，係啊，按慢槍死，下禮拜再現場看用嘅啦，哦，可以做啲留下嚟。今年呢，唱嘅山歌字，改變一種唱法，唱來無意吼，42分，不過呢，槍死本人淘汰，我希望呢，彈奏得進入一個舞台。相信很多好唱歌嘅朋友，唔前報名嘅好，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真天花0227778231。等日到到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團，詹老師，謝謝，詹老師，謝謝。同時，大家忘唔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收看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中下來。